呢個咧係一個1993年入伙嘅屋苑，咁啊以前啲舊樓好多時咧，好似呢啲咁樣嘅位置啦，呢啲梁柱位啊，好攣嘅。就咁睇視頻都睇到，唔需要用咩儀器去檢測。咁通常做呢啲舊樓嘅油漆咧，對比新樓，我哋好多時會用呢一種油漆角，主要咧作用咧就係將嗰個攣嘅角位咧，用呢一支油漆角咧拉翻直佢，咁啊做翻平整一啲咧，成個單位油漆起貨嘅時候咧會靚好多。好似呢啲咁樣，呢啲叫明角，即係我哋經常都會見到嘅位啊，一定要落足晒呢一啲嘅角啦。包括呢啲門框，呢啲我哋經常都會出入會遇到嘅位，包括呢一啲啦，窗框，或者呢一啲即係一定會經常都會見到嘅角位，咁我哋都會需要落足晒呢啲角，咁樣出咗嚟咧，間屋咧嘅角咧拉翻直啲咧，成個油漆咧起貨咧就會靚好多。裝修穩陣啲，住得安心啲。所有工程3年保養，ISO 國際質量認證公司。